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圣经的经节记载伫传道书，即个传道书可能是伫咱圣经内底算一本真特别的书，因为伫即个传道书内底真少去讲到上帝。伫即个传道书内底有用真侪，毋是讲真少讲到上帝啦，应该是讲伊所讲的，毋是咧讲上帝，总是人对即个世界的看法。你若看咱所睇的圣经，伫圣经无论是和合本的修订本，还是现代中文的译本修订本，伫迄个头前拢有写着讲，即个传道书，伊大概就是一个探讨人生意义的书。伊探讨人生的意义，过了有价值无？伊的重点毋是放伫上帝，总是伊伫最后所得到的结论是。你一生若无去了伫上帝，你所行的拢是空虚的人生。所以伫即个传道书，常常会看到几字，伊讲到，若是和合本有讲伊的，我以前背拢背讲伊的，讲日光之下无心事，就是伫日光的下底，有日头照会到的所在，日光的下底，无有啥物特别的代志。人的中间就是安尼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人的一生就是这么回事。你无法度跳脱，你也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有更加无共款的。总是人生虚空，所以爱纪念、爱趁早纪念做你的主。伫即个中间，传道书互人重新看见，伊通过探讨人生的意义，来看见人一生所努力的到底是啥。若传道书伫即个中间，伊也讲到，你若离开上帝，人生会充满失败甲悲伤，佫会丧失人原来的意义。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第5章，拄则伫即个中间来写，伊写讲人生是安怎空虚的？伊讲到，丧强人受压迫，无公平，无公义。我想这对咱生活顶原理检测会无困难理解，常常拢会讲，法院甲律法是保护什么款的人？有钱的人，因为有钱的人才有才调，有迄个能力拍官司拍甲赢。若无钱的人呢？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。这毋是我讲的，这亲像咱大家拢知影。我想咱一定也伫即个中间有某一个程度的体会。然后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内底，伊佫讲到一项真特别，即个所在也拄好甲咱顶礼拜所用迄个纪伯伦的诗，迄个给予内底真特别共款的所在。伊讲爱甜群的，无因为群来知足。爱富有的，无因为得到利来知足，这嘛是空虚。若是中文可能较好理解，喜爱银子的，不应得银子而满足；喜爱财富的，也不应得利益而知足。啥物意思？我就爱钱的，我就爱趁钱的，但是我钱有趁到无？有，我敢有满足？无。我真爱财富，我真爱利益。迄个物件毋是毋好，但是当我趁到了，已经放落裤袋仔内底，我无因为安尼得到欢喜，我无因为安尼得到满意，我颠倒伫迄个中间所想的是，我要安怎会当趁到较济，亲像拢无够。咱伫顶礼拜伫讲道内底也有引用到黎巴嫩的诗人纪伯伦伊所写，伊所讲的就是欠缺本身的问题是啥物？欠缺毋是因为无够物件，所以互你感觉艰苦。欠缺家己本身就是一个真大的问题，意思就是，就算讲你已经有全世界，你还阁是感觉欠缺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欠缺满足、知足，伊毋是一个实在的物件，伊毋是因为你有所以你 OK。你无，所以我感觉我欠。
我想真侪时人生在追求的嘛亲像安尼，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才甲咱讲，因为安尼啊，喜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而满足，喜爱财富的也不应得利益而知足。所以有钱的人连都摕袂出来，无钱的人呢，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，睡得香甜。富人的富足却不容他睡觉，所以我感觉我逐工拢足好困。亲爱兄弟，有真侪时，咱伫即个中间咧憔悴，咱所爱的到底是啥物？到底是啥物货，互咱暗时感觉平安好困？拄则搁另外一个，伊搁讲啥物？伊讲财主累积财富。反倒是害伊家，安怎讲？啊，愈济愈烦恼。啊，生囝总是手头曲亲像一无所有。我想，若伫古早有一个囝生一个囝，迄是真重要的。迄代表啥物？传宗接代。有一个囝代表啥物？代表伊是富贵有春的。啊，有囝表示啥物？表示后世人的欢乐。养儿防老，好当你试看下，我毋敢安尼想。我想有真侪时，伫咱伫即个中间来看见，人生到底是安怎来叫做富？人生到底安怎叫做贪？然后拄则伊个啥？伊讲，怎样对无胎？恰心来，也要照安尼恰心去。咱若会记一顶礼拜迄个纪伯伦的诗，是毋是嘛写亲像安尼？非常共款，但是这是两个无共款的拄则。我拢咧想，迄个纪伯伦是毋是有读过圣经？啊无你讲吼，顶礼拜咱读的遐个诗，讲伊15岁时就已经写出初稿，我有时啊嘛真难相信。因为15岁时，我还要你讲破面。伫即个中间，阁有一句，甲顶礼拜纪伯伦所讲的非常同款。伊讲，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我想，这就是拄则伫即个所在，伊感觉人生实在是悲哀。你趁搁较济，你积蓄搁较济，你会当早走的。所以有真侪时，咱伫传道书内底所看见，即个拄则伫遮所写的，日光之下无有新鲜事，所以逐项拢是空气，总是拢总逐项吗？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材，还阁有一段是好的、水的。伊安怎讲？伊讲，人伫上帝赐伊一世人的日子，遮哩。伊咧讲啥物？伊讲这是看做好的，意思就是讲。人伫上帝所赏赐咱的日子，会当食，会当啉，啊，我若去甲加落，就是会当困，会当享受。我想有真侪时，伫即个中间，咱才发现讲，人生会当做的是啥物？人生会当做的，只不过是伫咱所有的乐乐内底，会当得到好处，亲像第2句所写，享受日光之下乐乐得来的好处。亲爱兄弟。你若详细看传道书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会当伫咱所乐乐的中间得到好处，然后平安者清盈，是一项问题，毋是每一个人拢做得到。所以我伫遮，我嘛要问大家，啊你咧？你敢有伫你所趁乐乐所得到的好处，伫迄个中间？一个平安佮享受，若有诶话，感谢主。你是伫世间所行，亲像即个传道书看，迄个好甲水诶事，然后上帝赏赐财富甲资产，佮互伊享受会当得到家己所应该得到诶报酬。我想，这就是伫即个咱今仔日所读诶传道书内底一个真重要诶一个介绍。
你会当享受你所劳碌得到的好处。伫过去，读册时常常会去，搁一样。然后另外第三项，伊无少念家己一生的日子，因为上帝互伊的心充满欢喜。伫伊劳碌的中间喜乐，这是上帝的赏赐。我想有真侪物件，人所有的到底是甚物货？咱所追求的，甲咱所会当享受的，非常无共款。伫以前读册时，常常拢会当读到一个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这是1953年，有够早以前，伊写伫一个《动机与人格》这本册内底。伊其中咧探讨两项物件：安全感甲满足感。所以伊遮分做5个层次，我想咱真侪人拢真熟。第一个层次，伊讲到的是啥物？生理需求。所以人一生第一个需要的是啥物？内心爱食饱。所以台湾人过去，伫阮阿公也是搁较早以前见着面拢讲啥物？食饱话。原因就是这是人基本的需求。第二个咧，安全的需求。所以咱需要有一个厝体。所以咱需要有同伴，所以咱需要伫咱所徛起的所在，会当有一个安然好困的所在。然后第三个起哩叫做社交的需求，伫即个中间开始爱计较，爱有朋友，朋友甲同事，朋友甲同学，敢有共款？同学敢会当做朋友？有可能对无？同学有可能做朋友，咱中间也有人是在学的同学，也有迄个国小的同学，同学会当做朋友。啊，但是同学敢一定是朋友？无一定哦。但是咱的朋友会当对同学来。啊，同事敢会当做朋友？会，因为咱需要甲伊做伙，有可能伫迄个中间得到真好的交配。但是同事敢一定是朋友？无一定，所以我想伫即个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，伫人甲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有得到安全感甲满足感，然后佫起哩是啥物？是尊重。迄个尊重所代表的是啥物？是我伫某一个人的心内地位内底，是毋是有互伊看重？若有受伊看重，就感觉讲，我有即个存在的价值。啊，若无受人看重呢？所有你的朋友拢对你的身躯变过，结果无一个人要甲你讲真心话，我想有时会互人的心真受伤。然后最后一个层次，伫马斯洛伫即个所在，伊所讲的就是自我实现。人伊有甚物款的愿望，人有甚物款的想法，人有甚物款想要追求的，伊是毋是会当伫伊人生的阶段内底达到？但是真趣味的是。即个需求的理论，伊所讲的物件，敢有保证讲，你若要达到即种的安全感甲满足感，你一定爱趁偌济钱，得到偌济财富，还是你人生爱有甚物款的地位，有甚物款的好名声？趣味的是，无一定。意思就是，一个有财富真济、真够野的人，敢一定会当满足？无一定，但是反倒是伫物质需要无遮尔悬的人的身上，伊心内满足感颠倒较悬，因为人伫即个中间所追求，毋是靠外口的心，毋是靠外口的环境来影响咱内底的心情，反倒是人的心境如何，你看出去即个世界就。应该是这点。人毋是靠心情来活，是靠心态来活。你的心态才会当保证你会当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。有人讲，少年的时，人生的阶段，少年的时比啥？比成绩；青年的时比对象。中年的时比钱财，老年的时
比囝儿，啥物意思？之前咱捌讲有2种教有通信，第一个是啥物教有通信？比教有通信，假教有通信，2种教有通信。啊，若有即种心态咧，就是2种教拢总信。所以人伫人生无共款的阶段，你的心态如何，会造成你心内的感受如何。细汉的时拢咧比成绩，学校分数是偌济，啊考到什么款的学校，啊若去用比落去咧，年夜饭拢无要倒来食。啊若是到青年的时咧，就要看对象交了有，阮迄个囡仔的男朋友，也是迄个囡仔的女朋友，是什么款的人？伫迄个中间有真济比较，然后咧，中年的时咧，开始开同学会时问看卖，啊你到底咧做啥物货？你趁偌济？日子好过无？啊最后咧，逐项拢比了啊，搁要摕一个物件出来比，家己的囡仔摕出来比，囡仔的成就如何？囡仔的工作如何？所以将家己过去所比较的物件，然后叫伊囝继续，搁再比落。假使咱有即种的心态时，有时人生真艰苦，因为你安怎比都比袂了，你安怎比都无法度，互咱会当比一个完美。你安怎比都无法度伫迄个中间，互你比较出一个心内有平安的情形。但是当人愿意为着安全感来尽一切的努力去追求的时，却毋知影人真正的安全感是爱建立伫地敬畏上帝。独独只有人伫上帝面前，知影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美好旨意，知影上帝伫咱所行的路顶悬，要赏赐咱有够野的气力来赢过所有一切的试探。只有伫敬畏上帝的中间，知影讲伫世间人无啥物会通骄傲的，独独伫人伫上帝的面前。人是空虚的，人啥物货拢无，人最后会当得到，互人满足甲欢喜的是啥物？是上帝。我想，伫真济时，这是咱生活的态度。伫遮有一个影片，要甲咱三甲来分享。这是一个，我若无记唔对，这是一个加拿大的爷爷。可以播。播不出来。这是一个加拿大爷爷的故事。啊，伊到伫2017年，我已经这个片已经放第2摆啊，2摆拢放袂出来，毋知是安怎吼。进前试的时拢放袂出来，但是伫遮的时拢放袂出来。这个加拿大的爷爷，伊癌症10几年，啊，伊一开始是皮肤癌，后来变做毋知是甚物款的癌，反正伊就是常常拢伫病院内底出入。啊，这个加拿大的爷爷真趣味，伊伫病床顶，伊拢做一项代志，就是请放生。啊，伊请放生，伊敢若请一项物件，就是无仔。啊，伊一世人，伊伫2017年伊还阁活，因为伊替伊转来阁继续请。啊，伊一世人拢总请过8000顶的毛毛，迄个毛毛。放得出来吗？伊拢总请过8000顶的毛毛，啊，分互啥物人？分互街友，尤其是伫加拿大冬天的时，真需要迄个无啦。热天你无需要，但是冬天伊有需要。啊，即个阿公，伊伫影片内底其实无讲到伊的故事太济，但是伊只要醒起来，伊的碰洗是，迄个碰洗是伫着车的呢，毋是伫厝里车的哦。是伫病院的病床顶车。伊讲伊只要醒起来，伊就是一针一针来车，然后车好一顶，就甲迄顶帽仔祝福。期待讲，既然有人得到即顶的帽仔，就要互伊得到温暖甲平安。
啊，即个阿公车内毛毛已经车10几年啊，我毋知影伊敢阁有伫诶，因为即个报道没有继续追踪。但是我伫迄个中间来看一件代志，无论即个阿公进前伊诶人生过了如何，咱毋知影。伊有可能是另外一个解药，伊有可能是一个工作真有成就的人，伊有可能是伫伊的生命中间有真济的稳定甲享受，但是伊嘛有可能是一无所有。但是我所知影的是啥物？我所知影的是，即个阿公，伊进前所做的是啥物，拢已经无重要。因为今仔日伊互人笑念的是，伊所车的放西帽啊，要互伫个人得到温暖。所以教会去甲伊拢伫教会，啊教会拢会去到伊的病床，还是去到因兜收遐个帽啊，10顶、20顶，就安尼累积。然后教会也伫迄个中间来分遐个帽啊，要互欠缺会冷的人重新去得到温暖。人生敢是空虚？我毋知影。伊爱看人用什么款的心态来过你的生活。当人看见人所对上帝得到的稳定是有价值的时，咱所做出的事就是有价值。啊，若亲爱的兄弟，你要用什么款的心态来过咱的生活？伫顶礼拜，咱教会伫遮查经的时，迄摆可能交通也有问题，还是各种物件有问题，所以迟到超过10点入来人较济。但是转去了，我全写即个物件伫遮，我要甲咱大家来分享。期待你将这抄落来、写落来。资深，这是要资深少年家基督徒的生活。什么会是资深少年家？无老人啊，每一个人拢是少年家，只不过你较资深尔。4句。咱做伙来读，提早准备，慢慢来。上帝话语藏心内，一天一事好见证，稳定祝福万世代。伫遮要大家互相来提醒，要做啥物代志，慢慢来，但是咱会当量早准备，然后莫伫迄个时间得要到的时。伫遐真赶紧，无论你是开车行路，有个人讲，以前行路拢袂读着，真拢定读着。而咱人的状况在改变，人生的阶段在改变，所以请咱会当提早准备，然后慢慢来。第2句，伫即个中间，人生是空虚的，但是毋通互你的心空虚，所以你爱将上帝的话语放心内。伫你所想的头壳内底所想的，你爱想上帝的应允，你爱想上帝的祝福，你爱想讲是安怎我今仔日行无路，但是你爱想起诗篇23篇第1句讲什么话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然后上界重要的来啊，我无欠亏。所以今仔日要互咱的生活怎样无欠亏？请咱掠耶和华。做咱的牧者，上帝话语藏心内。人生在过，每一天拢有无共款的代志发生。有时互你心情好，有时互你心情毋好。但是请咱互相提醒，你一天爱做一件事。迄个代志是啥物？爱做好见证的事。你伫敲电话中间，你讲的话爱做出来。你甲人行搭。你所做的事，爱互人得到帮助。你爱想起你是迄个尊贵的，你是敬畏上帝，上帝所带领你来行人生道路的。所以，咱拢提醒咱家己，一天一日爱有好见证，毋免坐，一项代志足了不起啦。然后，当你有准备，当你愿意将上帝的话语放心内。当你愿意伫你的生活顶悬有好的见证的时，我确信，无论你的家族大甲细，的确要通过你所行所做的，要互稳定祝福到万世代。你的家庭
你的家族、你的事业，要因为你所行所做，甲你的心态来决定后摆所得到的是稳定，是对一种好去。亲爱兄弟，你的人生有空虚吗？你所过的是一个空虚的人生吗？若是，咱三个问题，提早准备万代来，上帝为你放心内，做伙来读，一工一事好见证，稳定事福万世来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稳定，感谢你听阮，互阮伫所行人生的道路有你，阮才看到阮的价值。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伫所行的路里，阮通用欢喜来面对阮生活顶悬所有一切。互阮提醒阮家己，检查阮有年岁，总是阮犹原要好好做阮的准备，要互阮伫所行的路顶悬，常常有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内，要互阮每一天的日子拢会当有好的见证，也因为阮所行所做。愿你稳定赐福阮，直到万世代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